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嘛是真可恶、真相共的案件。骗讲会当甲人办贷款，实际上是甲人关起来，当作猪仔来饲毒控制。有3个20外岁少年查囡仔，伫网络顶想要办贷款，所互歹徒骗假金铺仔甲金融卡，佮互骗到中华宏苑，互关伫一间的透天厝，佮强迫因到食毒，他来控制因的行动。警方赶到现场，弄破门，顺利甲3个人救出来，嘛抓到主嫌甲2个共犯。破玻璃！警方弄破门，冲入中华宏苑这间透天厝，救出2个小姐。这2个应该是被害人。伫另外一个房间，警方嘛抓到姓罗主嫌甲另外一个姓王的共犯，最后大批人马走去楼尾顶，抓一个姓吴的共犯。3点来，他配合的，好吗？警方找到被害人的金融卡甲假金铺仔，另外还有几啊支用来监视因的监视器，甚至佫发现毒品甲食毒品的假尸。依照警方调查，3个被害人拢是23、24岁的小姐，因本来是要申请贷款，金融卡甲假金铺仔和姓罗主嫌等人骗去了后，关伫厝内，甚至佫逼因食毒。罗贤等人在拘禁被害人的期间，甚至提供第2级毒品来供被害人来吸食，以控制其行动自由。被害人有2位是89年次，那其中1位是88年次，都是女性这3个人甲警方讲，因拢捌伫网络打出需要贷款的消息，姓罗主嫌约因见面了后，讲会使甲因介绍头路，才对因来到这间人家厝，想要到一个入门就被控制行动，互人关2、3礼拜，真无简单，才等到警方来救人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